Hello，各位選友，大家好啊！又係我習總書記啊！喂，根據 XK01今日嘅報道呢，我哋熟悉嘅可伯同何太呢，又喺屯門青田村搞出大頭佛喎，咁啊驚動晒街坊報警喎，咁啊現場仲有警方拉起封鎖線喎，究竟佢哋又係搞乜嘢新意思，玩到咁大陣仗呢？廢話少講，我哋即刻去馬睇片先。可能你會原諒我吧？可唔可以就係因為想東張西望追討個女，拎走450萬積蓄嘅話題人物可伯同埋何太又上新聞啦。到底何太點解會送院？又話唔會原諒可伯呢？老伯都喺後尾襲擊我，你發生咩事啊？我而家跌燈得，咩事都冇發生，佢就係咁樣搭到燈佢就俾人推到死10歲，我想殺。星期五嘅朝早8點幾，兩個人喺屯門青田村清順樓住所爭執，於是大打出手。何太嘅後腦位置仲俾萬用接刀割傷，當場浴血。原來何太執好行李，買咗高鐵車飛準備返內地。佢步出單位之後，可伯追出走廊阻止，雙方發生爭執。期間可伯攞出一把萬用接刀，傷及何太嘅後腦位置，留低咗2寸嘅傷口。而可伯亦都俾何太咬到左手手指受傷流血。有街坊就聽到兩個人爭執聲，於是報警求助。新界北衝鋒隊人員接報到場，可伯同埋何太涉嫌傷人，同時被捕。兩個人清醒獲送院治理。何太早前喺直播節目自爆將會離婚，今個月嘅25號喺港鐵兆康站，夫婦2人同一對男女發生爭執。可伯情緒激動攞出殺蟲水狂噴，令到一個女人手部被灼傷。警方當時以涉嫌意圖損害等而施用毒藥，拉咗77歲嘅可伯。點知事隔5日，可伯就連同何太再次被捕啦。好啦，喂，各位選友，條片係咪睇到個場面有啲緊張呢？咁啊，根據 XK01更詳盡嘅深入報導，原嚟喺鏡頭影唔到嘅地方，嗰一條青田村清順樓嘅走廊戰況係更加之血肉橫飛，係刺激過任何一部3級警匪片啊！咁啊，報道就指啊，今朝8點幾咧，何太準備執包袱買定高鐵飛着草返大陸之際，可伯呢一個痴情老翁咧，竟然唔係以咁樣溫柔挽留，而係攞出佢嗰把寒光閃閃嘅萬用接刀，愛意大爆發，一嘢就撲向何太個豬腦袋，搞到佢當場爆光，後腦2寸刀傷，鮮血染紅走廊，隨時變兇宅啊！而何太都唔係食齋嘅，當場發狂反噬，張開佢個血盆大口就咬落可伯隻手指度，誓要同佢攬住一齊死啊！哇！我習總書記咧就要根據 XK01嘅第一手資料，同大家深入拆解下呢對人間極品點解會由電視台怨偶進化到走廊浴血鴛鴦？究竟係450萬嘅詛咒終於猛烈爆發，定係佢哋又係自編自導自演一場世紀苦肉計呢？好啦，咁啊，根據 XK01嘅報道啦，咁啊，今日5月30日朝早8點幾，我哋嘅新聞製造女王何太咧，終於就的起心肝，執好晒啲逃生法寶啦。咁就唔知有冇順手牽羊拎埋可伯啲私己錢呢？買定張直通羅湖嘅單程高鐵飛，準備上演一幕永別香港着草北上嘅勝利大逃亡。喂，點知啊，痴心情長劍啊，定係奪命追魂刀啊？可伯啊，點會俾佢咁易逃出生天啊？即刻就化身恐怖情人啦，馬上就上演一幕愛你就要鎖住你，唔俾走就捅死你嘅激情挽留記。不過呢，佢手上拎嘅呢唔係999支紅玫瑰啊，而係一把寒光閃閃、削鐵如泥嘅萬用接刀啊！咁啊，然後呢，梗係就血花四濺啦！可伯情到最濃時，一刀就向住何太個豬腦袋狠狠咁樣劈落去。當場就開腦見紅，鮮血染紅走廊啊！後腦嘅2寸刀傷，好彩咧就冇傷及弱智神經咋。而何太咧都唔係食塞米噶，即刻就發揮母老虎嘅本能，一口就還屍臂身，狠狠咁咬落可伯隻鹹豬手指度，實行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以戰還戰啦！嗱，呢啲咪就係佢哋成日喺直播度晒嘅打者愛也，鬧者親也，捅者更情深嘅閨房情趣咯。只不過今次就由房內切磋，就變成走廊大屠殺啦。好啦，咁現場咧仲留低咗染滿愛嘅印記嘅血口罩，同埋一條由痴纏愛意鋪成嘅血路。
證明佢哋呢一場愛到入骨髓嘅華爾茲係跳得幾咁投入忘我，同埋幾咁驚心動魄啊！咁何太嗰個19歲仔喺屋企呢，喂，真係唔知佢有冇即刻開翻個家庭暴力求生指南呢？然之後呢就直播教大家點樣喺呢啲咁樣嘅恐怖情人 MMA 入邊保住條命呢？嗱，呢一場血戰走廊大龍鳳究竟係為乜搞出嚟呢？係咪真係可伯愛到發燒唔俾老婆走，所以先激情犯案呢？定係成件事根本就係一場精心策劃、自編自導自演嘅苦肉計呢？嗱，我哋先睇下 HK01報道入邊提及嘅表面證供，所謂生活問題係嘛？咁而生活問題嘅核心講到篤，咪又係一個錢係嘛？咁啊，自從可伯個450萬棺材本俾個女合法侵佔之後呢，咁呢兩條社會寄生大懶蟲啦，咁就冇咗嗰條黃金水喉，咁啊，所以就日日就喺度開拉直播網絡行乞，靠呃埋嗰啲咁嘅3蚊2角打上嚟吊命。就唔知夠唔夠佢哋交電費啊、交網費啊，再買埋2包即食麵燭光晚餐呢？咁啊，依家何太可能就覺得長期飯票就變成短期糧票，咁啊就想斬纜走佬去揾第二個目標。咁何伯呢條廢佬啊，梗係人財兩失噶啦，咁啊嬲到佛都有火啦。咁啊，八婆你呃我錢，呃埋我感情，依家仲想呃埋我間公屋自己住，然後掉低我呢個孤獨廢佬等死，喂，冇咁易啊！咁啊，於是乎把心一橫，咪索性攬住同你一齊死啦！咁啊，拎出把摺刀實行，你不讓我好過，我就讓你橫屍走廊，大家一鑊熟，齊上頭條。所以呢啲咪就係450萬嘅助紂咯，由一開始為咗錢，搞到依家家反澤亂，六親斷絕，依家仲要發展到刀刀見血，血債血償，真係應咗嗰句貧賤夫妻百事哀，衰到要攞刀劈友，再開直播拉解千仇啊！但係咪冇第二個可能性呢？有冇可能佢哋係眼見離婚條橋已經係冇乜叫座力，咁啲花生友就開始厭倦，所以就決定加碼上演一場血戰5步苦肉計，務求再次震撼眼球，呃盡最後一滴同情淚，再順便呃埋醫藥費、律師費，甚至乎係出書拍戲，將佢哋嘅愛情血腥故事發揚光大呢？最撚抵食係咩呢？就係佢哋呢間青田村嘅公屋外巢啊！之前已經係俾全香港嘅網民踢爆，佢哋係涉嫌濫用公屋。咁啊，何太仲喺度扮撚晒委屈，話房屋署嗰啲職員迫害佢，話佢哋只係偶爾翻去吸收下公屋靈氣啫。依家好啦，唔使俾人迫害啦，佢哋自己身體力行，將呢間公屋咧就升咧做血淋淋嘅第一兇案現場。啲左鄰右里以後開門咧，唔知會唔會見到牆上面咧仲有啲愛嘅血痕咧？晚晚發開口夢，係咪都會見到可伯拎住把摺刀，何太就拎住個血盆大口喺走廊嗰度上演月黑風高殺人嘢啊！間公屋咧就俾佢哋搞到咁猛鬼，喂，真係多謝晒佢哋兩條社會精英咯，為香港嘅公共房屋嘅多元化發展啊，同埋刺激性體驗啊，做出不朽嘅貢獻啊！嗱，依家公屋變凶宅，何家顯神威，喂，呢一副對聯咧係真係可以裱起佢，燒俾房屋署嗰啲官員咧去慢慢欣賞啊！呢一單情花開血花、菊花變刀花嘅世紀新聞 ，HK01 一報導出嚟咧，喺 Twitter 啊、Facebook 啊各大討論區咧即刻10級地震式洗版啊！嗰啲網民咧食花生食到消化不良，捧住個肚啊叫白車啊！驚死食滯咗，睇唔到佢哋嘅監獄風雲下一集啊！喂，佢哋呢一單嘢咧係再次榮登各大熱搜榜首啊！風頭一時無兩啊，連世界盃決賽咧都要行埋一邊啦！警方今次就真係做到氣咳咯，又要封鎖現場，又要執刀仔，又要驗血跡，仲要派住啲揸住盾牌、着晒避彈衣嘅衝鋒隊猛男喺度維持秩序。好似處理緊啲咩本土恐怖組織火拼咁樣，查實咪又咪兩條社會寄生蟲，為咗一啲雞毛蒜皮九唔搭八唔知堅定流嘅生活問題，講到底咪又咪錢銀瓜葛，又或者氣癮大發，喺度上演緊互騙真人 show。依家兩條友咧都涉嫌傷人罪被捕。真係天網恢恢，報應不爽咯！唔知係咪劇情需要呢？真係唔知佢哋喺臭格入邊呢，有冇心情繼續耍花槍呢？定係即係話已經係開始盤算緊點樣可以將呢一單嘢二次創作寫成劇本，擺上網再呃多一筆探監費啊、保釋金啊、精神損失費，再加埋電影版權呢？
總括嚟講啊，可伯何太呢一場青田村浴血 MMA 之恐怖情人定苦肉計懸案，係完美咁樣展示咗乜嘢叫做攬炒嘅最高境界，同埋呃錢嘅無限創意咯。由為錢反目到街頭罵戰，再到今日嘅利都湖集血戰公屋，佢哋一步一步咁樣將自己嘅人生由一場低俗鬧劇係升呢做一場集血腥、懸疑、恐怖、動作、悲情、搞笑於一身嘅超級無敵宇宙花生大悲劇啊！呢啲咪就係沉迷於騙騙博出位、炒作是非，而又智力堪憂兼且毫無廉恥嘅必然下場咯。當你將自己嘅人生變成一場係冇底線嘅真人 show 嘅時候呢，嗰個結局呢，就一定就係血流成河、遺臭萬年。但係流量爆燈咯，係嘛？雖然我哋花生友眼入邊呢，可能係精彩絕倫、百看不厭、課金支持啦，但係我習總書記就喺呢度奉勸各位啦，就千祈就唔好學呢一對人間極品啦。就腳踏實地咁樣做人，努力做嘢，好過日日喺度作古仔呃神騙鬼，最終咧就搞到自己血戰5步，成為全香港甚至係全球華人嘅恥笑對象啊！兼且仲要惹上官非喺間房度共諧連理啊！可伯何太，我睇佢哋呢套連續劇肯定仲有排演啊！坐監之後可能仲有赤柱監獄風雲之何氏夫婦世紀苦肉計慶功會添啊！我哋就拭目以待，睇下呢一對活寶貝幾時先肯真正收山，或者直接原地爆炸為民除害啦，係嘛？呢啲咁嘅人真係不知所謂，真係影撚衰晒香港人。好啦，今次呢條片咧就講到呢度，分享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